来乡亲啊，中华王景喜会节，甲福海妈祖跋杯请示，结果去选定国历8月初8甲初9要来举办。王景的喜会节今年来到第22届，馆长王惠美嘛亲身甲妈祖跋杯来请示这个举办的日期。妈祖呢，盛事伫咱8月初8到8月初9这2天来举办咱的王公渔火节哈。我会阁继续努力，把这个活动办了阁较圆满，带动宏湾地区的经济发展。王景的喜会节是中华热天重要的年度盛事，结合宗教信仰、渔村的文化甲特色、有美食。每年暑假，好多好朋友都会来到王公福海宫，来到我们王公地区参加我们王公渔火节。我们会准备更多的美食。这次王公渔火节针对我们的观众，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，能够做到美轮美奂。民众可以期待在今年的8月8号、8月9号能够来到我们王公渔火节这边来观看我们的烟火等等。王景的喜会节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精彩，嘛欢迎民众到时阵来感受渔村的文化，加热烈的气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